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睁大你们的双眼，开动你们的脑筋，看看这是什么，响亮的喊出来好吗？切，说的是没见过似的。我的个隆冬枪，这是金元宝，真是亮瞎我的双眼呐！莫愁，这么多钱你哪来的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要是把花满楼给套进去，我可跟你没完。什么话呀？你们几个平时都不是瞎嚷嚷着让我露一手吗？我作为花满楼堂堂第5美，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吗？这是昨天那位客人给我留下的酒钱。有这样的好事，我怎么都没遇到。算了算了，当我让你的。我拿出了我的独门武技，堪称百年一遇，居然连你的零头都比不上，气死我了！这依我看呀，那位客人多半心术不正。莫愁啊，你天真善良，千万不要被有心之人骗了。就是，你们都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虽然沦陷江湖，可是也出身名门。虽然为救爹爹奋不顾身，但也是有底线的。你们几个不但不安慰我几句，还在这里阴阳怪调，太伤奴家的心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说了。莫愁啊，姐妹们也是担心你，给你提个醒儿。你呢，也别想太多了啊。莫愁姑娘，你可知道那位客官是什么来路？昨日我所言，他那些身份都是随口胡说的。今日你这么一问，难道他跟别的客人有所不同吗？哎，完了，我昨天还跟他畅谈了好久好久，从我坎坷的身世，到他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再到我至今仍蒙受冤屈的爹爹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莫愁啊，那位客人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呀？这个嘛，他对我的身世和我爹爹的事情倒是很感兴趣，这一点就跟你们完全不一样。哦，还有这样的人呢？啊，行了，不说了。这次啊，你表现很好，月底给你发奖金。谢谢八姐。果然不是一般的客人，看来不能掉以轻心。其他人都在试探，看来花姐所做并非没有效果。花姐，估计已经猜到你的真实身份了。何以见得？并未见到有任何行动啊。少年，你太天真，这叫按兵不动，也叫做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了。一介弱女子，不足为惧。况且我这是
故意而为之，就像昨夜咱俩配合把人故意引进大厅一样，这叫引蛇出洞。我倒要看看这花满楼啊，究竟有多少卧虎藏龙。哎，在我的试探中，发现惜春大有来头。别人也就罢了，可你为什么要把李莫愁给牵扯进来？她就是一个身世可怜的姑娘，单纯又没心机，我绝不允许你这么伤害她。琵琶兄有所不知啊，余弟我也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啊。进去！你知唔知我係邊個？不是公雞，是母雞。靠！你當我係偷命㗎？擘大你雙眼睇睇我係邊個？我看不見。我靠！不錯了，在進去！知道本大爺綁你來這幹嘛的？哎呀！你在敷衍我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一刀劈死你？你好嘢啊！你係壽星公叫緊欠命車係咪嚇？你好嘢，我已經注意到你啦。我話你知，你老婆、孩子還有嗰龍雞都在我老大手上，知道了沒有？乖乖地就聽住我嘅話去做，否則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都如同做梦一样。哎，琵琶兄，很冷吗？怎么抖成这样？无妨，姿势体大，不宜有再多的人牵扯进来。那琵琶兄，您的意思是？你把李莫愁交给我，我来帮你打听你想要的信息。这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，接触的人越多，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你难道不担心被撕票？琵琶兄说的没错，哎，天干物燥，余弟难免着急上火，还请琵琶兄多担待下。若把琵琶当琵琶，妖魔鬼怪皆开花。来，尝尝我新研制的菜品，来。品尝品尝。太好吃了，味道好极了。那是，我就叫他们下来一起吃。哎，对，哎呀，我刚才都去过了，楼上一个人都没有。一个人都没有？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他们去哪了？不知道。夏莲，你是魔障了、中邪了，还是见鬼了？是不是我菜做的太好吃了，把空气都感染了啊？哎，太不正常了，太诡异了。你说谁呀？惜春啊！昨天晚上啊，我起夜的时候，我竟然看见他在后院。聽說你整日裏跟這群人嘻嘻哈哈，你仲知道自己身份啊？知道。你而家已經冇退路啦，找準時機，快點下手。放心，我會的。我的妈呀！花满楼里面竟然有黑衣人！这么说，我们正在被某种危险所包围。这不是重点好吗？这重点啊是惜春。惜春？你想啊，惜春她平时一贯的作风是什么？爷们儿，豪爽。对呀，可是她昨天晚上唯唯诺诺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我瞪大了眼睛看了好久，才意识到真的是惜春。你是说惜春最近有点不大对劲？那有啥的？那万一那人是惜春他爹呢？
那老他妈儿子，那儿子还敢拽个2、5、8万似的哦！去你的！这惜春是个姑娘家，好不好？你别说话。你可听清楚他们说了什么？风太大，没听见，只听到说什么身份、任务、下手。我的天哪！你这叫还没听见，关键词儿一个都没落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你说那帮人是不是想在后院下炸弹呢？那可不行啊！那我大白菜还搁后院呢。你们放心，有我花姐在，谁也别想动花满楼的心思。这件事先不要声张，以免打草惊蛇。为花姐马上上山。该来的还是要来，没想到你倒是比我早了一步。哈哈哈哈！听说你在这里逍遥快活的很啊，都萝卜吸引了。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死鸭子嘴硬啊！你不也一样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脸见人。少废话，你的任务。哈哈哈哈！小菜一碟。不过是你啊，还是那么爱生气。你好自為之啦！哟呵，我们秋雨姑娘今天够早的啊！哈！是谁终于来到了我身边？叮，我梦铃铃，快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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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！看我招风大法！姐夫们，快来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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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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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是有这闲工夫摆阵，还不如多研究研究怎么招呼客人呢。嘿，有了，马上就有3个更要到，不是1个，不是2个，而是3个哦！呵呵呵，千万不能让姐妹们抢了先，尤其是那个李莫愁，小二你帮我看着哦，千万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姐夫们，天哪！秋雨姑娘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法术居然显灵了！这1/1000的概率也是概率嘛。第二个是赶巧了。姐夫们，3位姐夫们，里边请。 3位，这里不是只有我1人吗？哎，这2位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也想问这个问题。这个3人行必有我姐夫，有缘同行此路，何不交个朋友呢？来，坐一起嘛，互相伤害嘛。姐夫们，一起坐，一起坐啊！看姑娘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可是料定我们3人会来。难道姑娘会什么法术，让我们3人碰巧在一起？实不相瞒，还真给你们给说中了。我啊，可是花满楼的占卜师，人称意面小诸葛，就是我啦。厉害，姑娘，来给我看看。行，把手伸过来。有了，姐夫啊，你5行缺德，命里欠揍，不过没关系，让人揍一顿就好了。怎么说话呢？把你们老板叫来。哎呀，这位消消气儿，不要跟小姑娘一般见识嘛。来，楼上请，楼上有上好的厢房，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下一位。来，惜春啊，贵客到。有了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姐夫啊，你势力好生大，再战下去，恐怕把自己给算进去了。你可当心，我跟你算计个没完！哎呀，这位爷，来楼上请。下一位。来，姑娘，给我算一卦。下联啊，贵客到。这个高低眉、大小眼，精神病晚期啊！哎呀，姐夫呀，你最近有劳逸之灾呢。你怎么说话的呢？信不信我削你啊！
爷，楼上请。莫愁，贵客到。关键时候掉链子，还让花姐给你擦屁股。可是人家说的都是真的。哼！照今日的亲信来看，秋玉的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这3位看来真的没那么简单。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流连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来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乌云看透，透不过红纱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白发催人老，多年前种下的情恋，摇摇曳曳，一如你笑颜。你我茫茫，你的身影找不到，走过你的心。